現在咧為大家去講解翻啦，喺一個八字喺我哋面前嘅時候，我哋點樣去理解通透咧？呢一個八字咧會俾咗啲乜嘢嘅生命數據，即係俾到啲乜嘢嘅信息我哋咯。好多時咧啲朋友咧都比較好關心地咧就去拿捏咧呢個叫做咧着力點。咁喺咧近代嘅八字入面咧，經常好多朋友咧都關心一個話題咧，就係好喜歡咧就運用一個着力點咧，就叫做足用神。今日 Ken Sir 就同大家去講解下呢個足用神啦。假如咧閣下咧係第一次入嚟睇 Ken Sir 教你睇八字嘅話咧，就記得咧就訂閱咗我呢個 channel 啦。過往我拍咗好多嘅影片咧，講及到咧同呢個八字入面咧俾到啲乜嘢嘅信息有關啦。我哋自身呢個生命入面嘅原廠數據係俾咗啲乜嘢嘅內容我哋咧？呢個原廠設定，咁你知唔知道點用咧？其實咧最重要嘅地方咧就係咧八字咧就係咧我哋咧呢一個咧原廠設定嘅說明書。你識得掌握呢個說明書嘅話咧，就令到你自己咧做字咧就可以咧如虎添翼嘅錦上添花。如果你唔識得用呢本說明書嘅話咧，就往往咧就反行其道咧，令到自己咧就係咧第一睇唔通摸唔透，第二唔知嚟緊想點。亦都更加難以咧去了解到自己係乜嘢嘅強項啊，或者點樣去發揮自己咯。所以 Ken Sir 咧好想咧平民化咧，令到更加多人咧可以咧學識呢個八字，所以有呢一個窗爐嘅出現啦。咁喺呢度咧同大家去講解翻，所以嚟緊咧亦都會有大量咧嘅免費影片咧去講及到咧講解呢一個生命信息啦。所以邀請大家，如果睇埋呢一個影片覺得幫到你或者你身邊嘅朋友嘅話咧，幫手將呢一個短片分享俾佢哋，讓更加多人受惠，了解到自己嘅生命數據啊！唔該晒。有位朋友咧，佢咧就喺呢個 channel 入面咧就分享咗呢一個八字，佢好想咧 Ken Sir 咧去為佢咧去講解翻啦呢個八字嘅用神係啲乜嘢？係啦，就係呢一個八字啦。呢個八字咧就係咧丁亥年啦、壬寅月啦、甲申日啦，就係乙丑時。嗱，聲明在先啊，因為呢一個八字咧純粹咧係個朋友咧就咁寫出嚟。咁到底咧呢位女事主佢本身個出生嘅時辰啱唔啱咧？Ken Sir 喺度做個免責聲明啦。如果佢嘅時辰啊推論咧前一個或者後一個有呢一個差異嘅話咧，咁以下嘅內容咧就會變咗咧差之毫釐就謬之千里啦。呢度咧就講明咗在先。閣下第一次入嚟睇嘅話咧，又或者你本身咧係未曾學過有任何咧八字嘅根基，或者冇任何嘅玄學根底嘅話咧，今日嘅內容咧就會咧涉及到咧有一啲咧就係你可能不明白嘅句語，但係你放心 Ken Sir 會用最簡單最顯淺嘅方法咧為你哋去講解。咁而入面呢一啲不明白嘅術語嘅話咧，你可以喺下面嘅留言啦、留言欄嗰度啊，或者評論欄嗰度咧，可以咧就同 Ken Sir 咧去溝通翻，或者問翻啲唔明嘅地方咯。如果閣下咧有一啲八字又不明白或者係唔清楚，或者唔同嘅朋友，你好想知道自己嗰個生命嗰個軌跡或者數據係點樣嘅話咧，你都可以喺下面嘅留言咧同 Ken Sir 去分享翻嘅喎。好啦，呢一個八字丁亥年、壬寅月、甲申日、乙丑時，咁Ken Sir就會用幾個唔同嘅角度或者學派或者學術咧，同大家去講解。先用翻啦，我哋咧市面最流行咧，亦都最多朋友咧好中意講及到啦，就係呢個八字係乜嘢嘅用神。丁亥年、壬寅月，咁好啦，咁好多朋友咧就一見到咧就丁壬咧就相合，再加埋咧上星期咧 Ken Sir 都出咗一個短片咧，就講合到天干五合。咁入面咧就出現咗呢個丁壬合 ，Ken Sir 亦都講過啦，丁壬合丁壬如果化到，有啲朋友亦都會喺度提醒 Ken Sir 啦，呢個丁壬合化木喎，有化得到又化唔到喎。好啦，咁到底呢個丁壬化唔化到咧？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地支亦都見到有寅亥合，寅亥合又係化木，咁又化唔化到咧？但係咧，你要留意翻喎，呢個寅亥合化木隔離有一個申字喎，呢個申就係人身相沖喎。咁初學嘅朋友唔明白唔緊要，稍後會 Ken Sir 會逐一講解。咁而咧喺寅月出生嘅甲木喎，咁呢個甲木
又喺人月嘅，咁係咪算係一個身強咧？嗱，丁壬又合化木喎，寅亥又合化木喎，甲木又生於人月喎，呢啲咧有啲朋友稱之為咧，呢啲係叫做咧建六格喎，再加埋個甲木咧就隔離有個乙木咧就去咧支持住佢，呢個乙木就騰羅係甲，咁到底咧呢一個咧係身強定身弱啦？咁啊，如果純粹用咧傳統咧近代嘅八字啦，咁我唔講乜嘢學派啦，因為其實個人有自己個學派啦。咁但係 Ken Sir 都係學習過、認識過，亦都係好強於喺呢一方面嘅。咁啊，稍後再用我深化入面嘅我認識嘅內容，再同大家去講解。甲木生於人月，要稱之為叫建六格。建六格呢個就好明顯就係一個身強嘅八字。咁而丁壬合化木，咁啊，亦都咧好簡單化得到嘅。咁就係呢個咧重格就叫咩？重化格。咁如果化唔到嘅話，呢個八字都係一個水木嘅八字。所以其實呢個八字最簡單咧，如果用傳統近代嚟講咧，呢個係一個身強嘅八字咧。但係呢個身強嘅八字生於人月，又見水，木又旺，咁啊身強嘅八字就好正常地咧，就係要用呢個火同埋土啦。因為點解？火就令到佢可以咧因為人月就係寒嘅天氣啊嘛，寒嘅天氣就最緊要係呢個用丙火去曬呢一個甲木啊嘛。但係相反地喎，喺萬年曆入面見到咧，佢咧就係呢一個雨水天出世喎。咁雨水天前啦，定雨水天後咧？因為雨水天前咧就應該代表咗融雪嘅日子啊嘛，融雪嘅日子咪寒咯，寒就要用丙火喎。咁呢個八字係冇丙火喎，咁係咪算係一個差嘅八字咧？相反地喎，咁如果你話要用土，咁佢本身得一個丑土，咁啊用神就冇力喎。咁變相咗嘅話，咁呢個八字到底咧就係應該係用水木啊，呢個化格嘅水木啊，定係咧用呢一個身強啦，用呢個火土啊，令到佢旺身受財咧？咁啊，呢個係女命嚟嘅喎，咁係咪應該要諗下夫旺子健係更加緊要啲咧？明唔明白啊？咁所以呢一個八字，咁我哋應該係用化格嚟去睇啊，定係用呢一個身強嚟去睇咧？咁啊，各位可能有唔同派別嘅高手，咁亦都方便啦。喺下面嘅留言講下你自己嘅睇法啦。化格定係唔化啦？但係如果講化格嘅獨象就起行化地。咩叫獨象啊？化得到嘅獨象咧就起行啦，就化地。因為呢個八字出現咗有丁壬相合啊，所以呢一個就係佢出現咗嘅景象。但係呢個景象係咪獨行化地咧？即係佢化到木嘅話，咁即係佢要個木係好旺喎。但係你要記住咯，喺呢一個甲申日嗰個日又衝住咗個人，咁人身又相沖，咁亦都代表咗咁到底佢係呢個寅亥合化木定丁壬合化木咧？係咪一個好令到人哋咧搞唔清楚啊？喺咁多個派別入面，喺咁多 Ken Sir 認識嘅喺八字算命入面，呢個八字到底係應該用水木啊？定係咧用呢個火土咧？定係用呢個土金去劈木咧？咁係咪幾個矛盾嘅位？好多朋友都搞唔清楚。Ken Sir 啱啱講完嘅就係第一種咧，同你哋分享啦呢個八字嘅睇法。咁到底係當化格定係當呢個身強去睇咧？咁邀請大家可以同 Ken Sir 去分享下啦。而 Ken Sir 用翻我自己嘅論點。因為 Ken Sir 發覺到咧，就係咧，當我研究咗咁多年嘅近代八字之後咧，發覺到咧又出現咗好多差異，同埋咧，如果只係盲目去執住一個用神嚟去論命嘅話咧，咁你就大鑊啦，因為你唔知道乜嘢係論到，乜嘢係論唔到，論到咩啊？啱定錯啊？其實八字咧，我想講翻轉頭，八字嘅原理咧就冇啱同錯嘅，最重要咧就係你知唔知道呢一個八字嘅強項、弱項同埋點樣去發揮。咁呢個八字就出現咗丁壬合，咁即係其實呢一位女士，呢位小妹妹啊，因為係冇講佢係呢個2007年出世啊，定係1947年出世啦，都冇乜緊要啦。因為其實任何八隻字擺喺 Ken Sir 面前，Ken Sir 都係去咁樣去論法嘅啫。咁呢個你見到有丁壬相合，之前都講過啦，丁壬相合嘅朋友咧係特別咧就係好人啦，亦都咧好着重啦，就係呢個被重感嘅。咁喺 Ken Sir 用緊嘅五星七曜之中咧，丁亥咧本身咧就係一個叫做統曜，本身個人咧就好中意啊去有呢一個統領能力啊，
分析力啊，或者佢咧好識得去為自己去做計劃嘅。咁而丁健人咧，亦都係咧有呢一種感覺，但係因為雙合咧就即係好簡單啦。你個人咧就俾嘢去包住咗啊，俾一啲咧類似講笑咁講啊，譬如舉例咁有卷保鮮紙就包住咗 cancer， 咁 cancer 咁佢又唔係焗死咗我喎，咁呢個 cancer 係咪依然係存在？不過就俾保鮮紙包住咗，咁包住咗呢個保鮮紙有啲咩問題啊？咁我去想攞杯水飲又攞唔到，想行又行唔到，因為成個係捆綁住晒。咁但係 cancer 仲係咪 cancer？cancer 依然仲係 cancer， 包住我合住咗我嘅嗰啲保鮮紙就依然係保鮮紙，所以 cancer 依然係 cancer， 保鮮紙依然係保鮮紙，但係保鮮紙同 cancer 一合埋咗一齊就變咗一嚿嘢。所以丁壬合化木，佢化唔化到木呢一個唔係一個最大嘅關鍵，因為丁依然存在，壬又依然存在，所以呢一位非常之中意去做呢個統領分析嘅女士，佢就變相咗佢發揮唔到佢嘅統領同分析，而亦都變相咗好多時咧就會咧，因為呢個雙合就會為呢個感情啊，或者會願意為別人咧就去咧放下自己，因為冇咗嗰種分析力，而導致佢好有嗰種咧就係咧直接咧就要求一種感覺啊，所以咧呢位女士咧就比較會係咧就早熟。好早就會關心咧就係男女之事，因為丁同壬相合咧就涉及到咧就係呢個男女啊、戀愛啊，甚至乎係親熱嘅內容嚟嘅。再加埋佢地支入面亦都出現咗有呢個人亥相合，但係呢個人亥相合咧就可圈可點啦，因為呢個人咧隔離咧就會咧有個身喺度，人身就相沖。你想同佢相合咧，我就有嘢去衝住你，咁即係呢一個八字。咁如果純粹用翻咧就係呢一個啦，明朝開國國師劉伯溫呢一位祖師咧，佢所講過一本書就叫《滴天髓》。《滴天髓》入面咧就講過一樣嘢，天戰猶可免啊，地戰火連連。呢個八字出現咗就係呢個人生相沖，即係地支出現咗戰爭，地支出現咗戰爭就好大鑊嘅。咁但係咧隔離有個水。隔離有個亥水，呢個亥水咧就幫佢做咗呢個和事佬通關，所以咁到底咧佢衝定係唔衝咧？就係大家就係衝唔衝咧，就未必係最關鍵。衝呢個驛馬代表咗咧，佢好細個咧就離開屋企，好細個咧就中意喜歡咧自己去闖天下。而呢個人亥相合咧就合唔成啦，因為點解？人亥相合隔離有嘢衝住喎，咁你點合得成咧？明唔明白啊？咁好啦，呢一個八字提供呢位八字咧，各位咧粉絲咧就講及到啦，好想 Cancer 咧去簡單咧去講解翻咧呢個八字係乜嘢嘅用神。乜嘢用神咧，其實就唔係最大關鍵，因為基本上咧呢一個八字咧最特質嘅地方咧，你會見到係好強烈嘅金木交戰、水火相合咁。到底我係着重要金木交戰啊，定係水火相合先啦？水火相合唔係水火相合咯，個人係喜歡男女之事，喜歡早熟或者好早就會談戀愛呢啲，其實係冇乜問題，亦都係好直接咁講，係人性，亦都係直接嘅發展，即係好簡單地啦。你有個女或者有個仔，佢早拍拖，咁但係最重要嘅地方就係咧，呢個早拍拖係咪一個好重要、好嚴重嘅問題咧？基於人性，有啲人早熟，有啲人遲熟，有啲人比較早咧就認識到呢一樣嘢，或者好想去對呢樣嘢去探究同埋研究咗。所以其實任何事情咧冇好壞，一個八字亦都冇任何嘅好壞。最重要嘅地方就係咧呢一個八字咧，其實跟住嗰套八字咧最大嘅目的咧就唔係淨係去算命，算得準對於我嚟講係一件好濕碎、好普通嘅事，因為呢個八字入面有太多嘅資訊啦，如果你純粹只係一個捉用神嘅內容嚟講嘅話咧，呢一個八字嘅特質，譬如舉例，如果呢一個八字嘅話咧，佢咧用到金嘅話咧，咁佢本身有個金啦，因為甲申日啦，咁呢個金嘅話就令到佢咧喺佢30幾歲嘅時候咧，佢嘅財富啊，佢做事嘅動力咧就非常之澎湃，非常之好有呢個目標感，做啲乜嘢咧就不到黃河心不死，非常之堅持要去做到一啲效果結果嘅特質。而 Cancer 去睇嘅最重要就係呢一個人有冇一個高嘅層次，
好啦，你會見到咧呢一個八字咧，佢個層次高唔高？個層次高，因為個丁火係存在。丁火最緊要就係咩？就係見到咧就係有木去生住佢，而嗰啲木最大鑊嘅地方咧就係有冇金、有冇鉸剪、有冇斧頭去將啲木劈碎，而去令到個火繼續延續。因為年柱係代表一個人嘅福，如果佢本身係冇福嘅話咧，咁就好大鑊㗎，做人就覺得好辛苦嘅。咁所以年柱 Cancer 嘅論法咧，年柱就着重咗啦，呢一個人有冇福？呢一點福到底可唔可以喺佢身上發揮到咧？丁火最緊要有呢一個咧甲木啦，同埋就係呢個庚金。佢本身甲申日咧就有呢個甲木同庚金，所以 Cancer 批呢個八字咧就喺佢咧33歲之後咧，佢就係去發跡啊，事業飛黃騰達嘅日子。咁啊，但係好可惜咧，呢位係女命。呢個甲同申咧喺呢個婚姻上面咧就係會出現咗咧，就係呢個貌合神離啊，亦都個健康咧嗰方面係特別會需要注意咯。你話有水通關，呢個水亦都係講緊佢嘅性格，但係呢個水又合住個人，但係個人生又相沖，所以咧呢一位朋友，如果佢個八字可以用到火嘅話咧，用火咧就可以幫到咧佢事業上面咧就可以咧有呢個騰飛嘅現象啊，即係佢事業可以提高咯。如果咧呢個八字咧就用水嘅話咧，一生就會比較平和咯，但係個人咧就比較霸道同埋控制，再加埋咧水主體力啊，水亦都主淫濫啊，咁佢就變相咗咧喺呢一個咧做妻子嘅角色入面咧就非常之勤力做媽咪啊，即係又經常又好勤力地親熱，亦都好勤力地去生仔咯。所以呢一個八字咧，到底咧佢要用啲乜嘢嘅五行咧，去幫到佢咧叫有運行。其實相反地咧，我就會問翻啦，問問題嗰位朋友啦，咁你想佢行啲乜嘢運咧？因為點解咧？金木水火土擺喺佢身上咧，都會有唔同嘅事情去發生。最重要就係咧，我哋對佢有啲咩期望，定係你好想發揮佢嘅長處咧？佢嘅長處，佢第一讀唔讀到書，佢係讀到書嘅喎，佢非常之聰明喎。不過佢係聰明嘅地方咧，只不過去到咧就係呢個17歲之後咧，先至可以發揮到出嚟，即係嚟緊先至發揮到佢嘅書本咯。好多父母好中意講嗰句説話咧，就聽教聽話。講真嗰句，佢都非常之咧黐住屋企人㗎啦，已經係一個聽教聽話嘅八字嚟㗎啦。如果咧你好想咧佢咧將來嘅婚姻好嘅話咧，咁呢個八字就要用水啦，因為咧佢嘅日係代表咗佢嘅婚姻，天干代表咗老公，地支就代表咗佢嘅做人妻子嘅角色。佢本身咧天干係屬木，地支係屬申，即係金木相克，而地支代表人妻就屬金，所以咧佢會係一個咧會經常咧就磨練個老公嘅，提升個老公一個方面嘅唔同嘅能力層次或者嗰個忍耐力嘅。咁而咧呢個金去劈木，令到佢自己咧個福氣咧亦都可以走咗出嚟，因為金劈甲引丁，呢個係咧 Cancer 獨特研究出嚟咧，稱之為叫格局。有格局嘅八字佢就特別層次高，冇格局嘅八字就係普普通通或者比較平庸一啲咯。咁格局咧會係咧嚟緊咧 Cancer 喺嘅八字課程入面咧亦都會有教嘅。咁如果你好想佢就係呢個揾到錢事業飛黃騰達嘅話，咁我可以話俾你聽，呢個八字係一個好有福氣，好容易揾錢。而因為點解？佢追求嗰個五行嘅能量就喺佢心，喺佢33歲之後做咗人妻呢個角色之後咧，佢呢啲咧財富就會得以提升，甚至乎咧佢提升得嚟咧，仲好識得為自己去建立資產咯。但係咧相反地呢個八字咧，佢本身咧因為驛馬重，驛馬咧其實代表咗就係、如果喺傳統嘅八字咧就稱之為咧就叫做咧就係三刑。咁而呢一個八字咧有人身沖，亦都有人害合跟住咧害身亦都會有呢個相破嘅情況，即係三樣嘢都有齊。三樣嘢有齊嘅就稱之為叫做三刑。咁個人就比較容易咧一個負面嘅狀態。所以你用啲乜嘢嘅五行係決定於你想將呢一個生命去點樣去發揮，或者佢自己有啲咩願望。咁而佢本身呢個八字最強嘅地方係啲乜嘢咧？就係個丁火，因為個丁火見到甲木同個申，所以佢本身係一個叻嘅人，同埋佢嘅思想眼界有翻上下高嘅層次咯。佢嘅性格咧就出現咗咧，就係呢一個咧要求高啊。因為亥水見人咧喺五星七曜 Cancer 一個獨門嘅研究方法，五星七曜入面咧佢係一個非常之奄尖嘅人嘅，又中意貪新鮮，
但係又嫌呢啲咧新嘅嘢咧就樣樣設備唔夠啊，或者嗰個裝修門面各樣嘢就唔啱心水，所以咧會出現咗呢一個啦，就係咧忽高忽低、忽冷忽熱，好難捉摸嘅性格咯。所以呢個八字如果佢想佢性格好嘅話咧，就要用土，就要用咩咧？戊土、辰戌兩個土。所以如果你問我簡述呢一個八字係啲乜嘢嘅用神，不如問翻你轉頭一句，你想將佢發揮喺乜嘢嘅範疇、乜嘢嘅程度，令到佢有幾卓越去發揮到佢自己嘅人生咧？呢個真係可能係父母嘅決定，或者你真係問下佢，佢自己想做啲乜嘢啊？再加上佢本身咧嗰個人咧，嗰個咧其實轉數啊、思考能力係非常之高嘅，再適應能力亦都好強，因為佢八字入面驛馬星重，就係咁簡單。咁而咧，佢偏向咗咧大部分嘅時間咧，佢嘅思維咧都係一個離地嘅諗法。因為點解？如果八字入面咧個辰戌丑未咧係弱嘅話，或者甚至乎冇嘅話咧，呢啲人咧通常諗嘢咧都係咧外太空㗎。呢個永遠係個 moonwalk 嘅狀態啊，虛浮咁嘅階段咯。而佢只係得一個丑土，即係佢所有嘢咧都係一個離地嘅思考。但係相反咧，喺做事嘅結果，冇錯，時辰就代表做事嘅結果。呢個做事嘅結果就直接影響緊，令到佢咧就好實在要追求嘅結果就要追求到咯。但係好可惜咧，就係如果用神煞入面嘅孤神寡宿嘅話咧，佢其實某程度上佢內心咧都有一個咧空虛寂寞，同埋就係咧欠缺一個着力點咯。咁呢方面咧，如果提供呢個八字嘅朋友，你睇完之後，你可以分享話翻俾 Ken Sir 知，到底咧就係你好想發揮佢啲乜嘢咯？可以嘛？如果大家咧好想咧了解到點樣去睇八字，或者認識到 Ken Sir 呢套八字係啲咩模式，或者甚至乎好想學嘅話咧，片尾有 Ken Sir 嘅聯絡方法。今集講到呢度，大家如果有其他嘅八字，亦都可以留言同 Ken Sir 咧去分享翻咧，亦都為大家拍成短片咧，同大家去分享啦。下一個 video 再見大家，拜拜。